沃化工公司兴亡史一本书嘅记载，西元1830年，有当到沙拉沃嘅华人因为不满本来王国沙拉沃总督马可塔嘅长期压榨，遭到其他无穷样嘅族群强下推翻体嘅马可塔。各位第六封客家人刘三邦嘅带领之下，第所罗门一片建立为莫山客家共和国，命运到莫山生意公司，依个由刘三邦担任总理一职职位。在刘三邦嘅领导之下，佢向是所罗门华人先民做得讲系有自家嘅天下，也唔会受到撇冲人嘅欺负。不过，自从英国西北风某人 James Brooke 开始对沙拉沃一个土地有兴趣嘅时节，莫山客家共和国悲惨嘅命运也开始嘅。因为我听阿爸讲，刘三邦迄人阿公迄是刘三邦嘅，好像做财经啦，好像做财经啦，就我。就是咧只刘百奎啊，刘百奎有来到银行有同我挨，佢係啲咧然後做公司啦。喺共銀行冇金啊，佢一般上諗嘅忙就那趟要金就可以哇，啊，做到校網先啦。佢做校網先咧，講嚟就講你個哪吒白中人啊，就講ทั้งตัว銀行地方啊，日ที啊，校網啦，好多金啦。就講回來，攞那個劉三邦啦，所以就解用啦，有萬歲啦，冇萬歲唔得做啦。英國風某人 Brooke 加速喺沙拉沃做王過後，就停定實施人頭稅制，依個不准所有華人，包括生意公司出口黃金，還有對外直接做生意，亦都建立造成嘅當地華人嘅不滿。經過一段時間，劉三邦看時機已經差唔多到嘅，就喺西元1857年2月18日誓師起義，帶領600個華兵去攻打古晉嘅防強。出兵第二日，劉三邦嘅生意公司軍隊成功攻下古晉防強，不過風魔反王 Brooke 殺被走脫咧。劉三邦雖然講順理成章，喺西元1857年2月19日變做嘅沙拉沃大王，不過為期5年蠻多，就喺鐵軍嘅密謀殺戮嘅攻擊之下，喺轉去所羅門嘅路上受到埋伏攻擊。你嘅本拉家嘅邊界風魔人啊，係邊嚟每黨，而且幾時出嚟，所以呢個地方上至少400人嘅手下啦。哦，啊，嘅先就種出嚟。一路妹啦，傳說嚟講跳嘅先講啦，嘅事實是啦。所以後年啦就將嘅木嘅錢匯啦嚟移落去做錢，啊呢壇呢就讓人拿到工去拜。喺新瑤灣做新德廟主公嘅王文明講，客家王朝短冇到30年就滅亡脫咧。所羅門一片唔係新人做嘅嘢，不過一段鮮明悲慘嘅歷史，使為他人帝國嘅出名之策，殺本歪曲脫咧。本頭擺英國出名政府，引起係一場泡面嘅動亂，一直到沙拉沃脫離英國嘅統治以後，將有所轉變。古嘅時代已經行到當延期嘅客家王朝嘅血淚歷史，還能將佢向是所羅門化工所一草一朵或程度看唔到嘅別府嘅淡水大中央，點點傳達出客家先民開山打拿嘅艱辛。南洋嘅客家共和國亦就行過2個世紀嘅故事，本嚟按到台灣嘅鄉親馬介寬嘅感想咧，身為全球客家一份子嘅人一條，行出嚟要行得多、行得深嘅思考。客家新聞彭金樂、李一凡，馬來西亞採訪報道。